行，蜡烛是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带来的福音光照人类。为什么要点这根蜡？第一支蜡烛提醒我们，这是盼望的光，就像犹太人对巴比伦被掳如归回，对上帝的释放和帮助有极大的盼望。各位兄弟姊妹平安。这是礼拜第一开始，请主家关机来比百姓来敬拜。来啊，咱就唱谣歌唱歌，向伊出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就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向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请咱做伙吟诗来称赞上主。献诗第294首，献诗第294首，开我的目睭，互我看去。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坐。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你是阮生命救主，因主你知，互阮知影家己的软弱，因阮的软弱，互甲家己搁较入摆祈祷耶稣你的恩典，互叫主耶稣基督的能力会不断扶庇我。亲爱的主啊，阮同齐也求你不断更新我的心，互阮时常因你的同在，照亮主你的善良甲美好，也互阮会通透过主你造就家己甲别人，也求主你的话刻伫阮的心内，互阮所行所做拢合伫主你的假使，诚做阮一生的帮站。只是阮恳求主甲牧师弟弟，互阮伫牧师的分享中，体会主的你的智慧，来更新我家己的性命，靠你的光来行正路。只是阮袂用主你假使阮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狱，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这是咱当先来考验，考验文第22篇，考验文第22篇，也就是诗篇第95篇。我来考，请兄弟来用，咱用教导方式来考验。来啊，咱来唱歌学罗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着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行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伊统下地自身的所在，极悬的山峰嘛伫伊手内，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伊嘛亲手创造陆地。来啊，来，上公敬拜伊，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主，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牧养的羊群，是伊照顾的子民。这是来读圣经，耶米利书第33章14、19、16节。我用圣达汉语本来读。上主讲，是伊的底要到，我对以色列人甲犹太人应允的祝福，拢要实现。伫遐个时日，我要互大庇的说的发一支公义的旗，伊要伫这个土地实行公平甲公义，因为伊的职责，犹大要得到解救，耶路撒冷会当安居乐业，人会下因叫做上主是阮的公义。愿上帝祝福领受伊的话的人，只是请诚恳团契要带咱来学罗上帝，因要用的诗歌是为了爱。
看一切水的歌声，真做香香的者，达到上主的面前，得到主的欢喜较简单。今日要咱带咱进度的是奋斗年啊新牧师，伊要分享的题目是期待主的日子，将时间交予牧师。来，这边，感谢咱社青堂客，今仔日用着是为着爱，来甲咱带咱来敬拜上帝，也透过伊所吟的诗歌，咱会通搁较清楚迄个主的日吼君啦吼，安尼咱伫咧今仔日是即个大降节的第一主日。也，咱要透过安尼，搁一届进入伫咧即个教会的即个咱讲年历吼，教会年历的即个安尼迄个循环的第一个主日，咱要搁一届来去安尼思考，来去安尼备办主的即个载临。伫咧咱教会。安尼伫安排的时阵，伫咧今仔日也是咱安排做圣经的普世圣经的即个纪念主日。咱要透过今仔日来关心咱台湾圣经公会的遮个事工。伫咧台湾圣经公会，伊有一寡遮个事工，咱会通小可来了解。伫咧我的头前有侪遮个咱的遮个安尼叫做研读本的遮个圣经。伫咧台湾圣经公会当初时，即个圣经公会咧成立的时阵，伊一个真要紧，就是伊期待会通安尼每一个人手中拢会通有一本圣经是安尼讲叫做买得起、读得懂、吼信得过的即个母语的圣经。因为当初时伫咧过去以早圣经开始用手抄的时阵，迄是人工非常的安尼讲真贵吼，所以迄个圣经的取得非常的无容易。落尾手，因为即个印刷术的即个安尼开始了，互规个即个圣经会通来得到广传。那但是圣经犹原抑阁是迄当伫咧迄个时阵犹原较真贵，伊包括有侪遮个翻译，甲着遮个出版，甲着遮个推广等等遮个。咱敢若讲咱伫咧咱台湾就好，咱台湾有侪遮个原住民有无共款的遮个语言，所以伫咧遮个因透过语言学家因来估计讲，全世界有差不多7000几种的遮个语言，至少到2024年已经有翻译差不多3686种的遮个语言。但是，敢若用咱台湾来讲就好，咱台湾有偌济遮个原住民的这个族群，照咱这个原委会，伊官方的正式承认的有16族，所以咱期待讲这个语言会通安尼，毋但是得到保存，阁互这个原住民因会通安尼讲听。看有因家己族群的即个圣经，所以迄个翻译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咱目前咱已经出版即个10种的原住民的即个圣经，也未出版的还搁咧翻译的，还搁继续伫遐进行。伫咧即个翻译圣经顶面，伊是一个真咱讲真高工，搁真咱讲真耗费成本我用举例来讲，咱伫咧原住民内面，有当时一个族可能只有干2、3千人但是一本圣经伊翻译佢对开始翻译一直甲翻译较好，有当时伊所开的钱是几啊百，甚至要甲安尼上千万的即个经费伫遐咧做翻译，但是开遐济钱的翻译了，结果。有买即个圣经的人剩偌济？有可能差不多敢剩1000本，拢一刷。有当时圣经公会内面一刷一刷就是1000本，结果一刷1000本也卖完，
真就知影讲迄个伊变做讲迄个原住民的迄个圣经的翻译非常的即个咱讲非常的昂贵，但是咱圣经公会继续伫做即样代志，因为即个如果咱若无安尼继续伫遐翻译，咱的真侪遮原住民伊的语言会无去。咱透过安尼圣经甲遮的语言，甲因安尼讲记录落来，互因会通安尼读着因家己的母语。所以这也是安怎圣经公会伫咧安尼2021年伊出版咱的新版的即个现代台语译本的即个圣经，因为伫咧每差不多安尼50年，迄个圣经的迄个因讲咱讲迄个咱咧使用迄个语言，伊就开始产生一寡的遮个变化。咱讲使用语言顶面的迄个有一寡所在会做一寡无共款，所以少年人听无安尼老一辈伊咧讲啥物货，你迄落，所以咱会听，咱伫咧厝诶，咱会看见讲有当时孙会问阿公阿嬷讲，阿公阿嬷你睇讲啥物货？因为听无啊，所以迄个语言的翻译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咱透过圣经公会，伊做一个真要紧的工，嘛是将迄个每一族的迄个文化安尼甲伊保存落来。所以这是一个真要紧的工课但是也变做讲是咱讲迄个真重本的一个工课。所以咱伫咧圣经公会，伊做遮个翻译的工课，咱头有讲去伊毋若是咱有看到即本即个咱青色的迄本是紫色的迄本是现代台语译本魔术摕放的即本，这是猪皮的啦老尾手阁有迄个嘛，阁翻译咱台湾的即个迄个客家客语的即个译本，所以咱就知影讲，咱安尼一本一本一直咧翻译期待讲每一个族群拢有因家己的即个咧使用的语言的圣经所以咱安尼伫迄个中间，若是出版遮个，阁为着遮个细囝，所以嘛出版即个咱讲注音的遮个圣经，甲着即个儿童的圣经，用着安尼侪即个图案图画来互遮个囡仔伫咧看圣经的时阵，袂感觉无聊，规本拢总是字透过着即个图画，互因会通对圣经会通有搁较安尼有兴趣，所以圣经伫咧咱的即马安尼渐渐落尾手，咱搁进入即个数位的时代，3C，所以伫咧咱的圣经内面真侪即个数位圣经的部分，咱圣经公会咱若伫咧网络面顶会用，咱若拍即个台湾圣经公会咱会用内底会用找到即个网页，即个内面有咱即马台湾圣经公会伊所出版的遮个安尼各个版本的即个圣经包括着迄个原住民的即个用语的部分嘛是用即个罗马字的方式落去做拼音过来圣经伊圣经公会办真侪遮个讲座伫咧进前有办真侪遮个研读本的遮个圣经的即个讲座，为着要帮助咱会通搁较对圣经会通搁较侪了解，所以咱会通想象讲，我相信咱捌人捌看过，可能一本亲像即马咱即个现代台语译本的即个旧的即个圣经咱捌看过有诶像讲联合圣经公会，也是香港的海天书楼，因有迄个。因嘛有安尼印刷迄个圣经是内底有迄个研读本的，但是咱来看台湾圣经公会，伊做的研读本甲人也无共款，伊是做做一本一本，是安怎？因为敢若一本创世纪就折交着使徒行传佫折交，佫有另外即个安尼像讲保罗批信，像讲罗马书，一本拢交脱，所以。若是甲规本的圣经要用研读本的方式落去印的时阵，规本可能爱规大铺所以就用变做那像单行本的方式，
期待就是人会通透过即个研读本了，会通来对圣经会通有搁较侪认识。尤其伫咧即个研读本内面，有侪即个圣经学者因伫咧现代透过考古是讲去到伫即个圣经的即个咱讲现场将伫咧即马即个时阵伫咧咱讲圣经的迄个地理内面，互咱会通伫咧读的时阵，阁会晓看到迄个图面、画面阁解说，互咱会通安尼，那亲像讲去到伫当初时即个圣经的时阵的迄个年代的时阵所咧使用的遮个圣经的迄个用语，互咱会通有搁较深的了解，吼。这就是伫咧台湾圣经公会因所做的一寡遮个事工，透过安尼要期待会通将上帝话，互搁较侪人来理解。所以圣经公会因为伊是安尼全球的吼，咱台湾圣经公会参加伫咧即个安尼联合的即个圣经公会内面，所以伊也安尼参与伫咧即个送圣经去到伫肯亚，吼互遮个无才调买圣经，就甲亲像咱一开始咱讲着圣经公会一个真要紧的宗旨，就是要爱互人会通买得起，吼看得懂的遮个圣经，所以就嘛安尼有拨真侪经费伫咧即个送圣经去到伫肯亚，吼咱的基甸会所送的圣经是咱华语的，是伫遐咧送着，亲像讲伫咱台湾，不管是伫咧军中，是学校，甚至去到伫家乐，是讲伫饭店，期待就是要互人伫咧安尼，伊伫咧不管是伫咧伊有闲的时阵，是伫咧伊安尼真安尼人生到伫咧什物款的状态，甚至到伫咧真绝望的时阵，拄好有机会去看到、现到圣经。互因安尼伫咧圣经内面，搁一摆得到快乐。所以圣经公会安尼，伊嘛包括最近即阵为着咱台湾有侪遮移工入来，所以有做即个单行本的即个圣经吼。伊即马先印的是马可福音吼，即个也是迄个哪像马太吼。有几本的遮个语言用到菲律宾，也是泰国的，也是越南，也是印尼的即个语言，为着就是要互遮移工伊来到伫咱台湾的时阵，有机会会通接触到圣经，互因安尼会通伫迄个中间来安尼机会接触到主的福音。所以咱厝内有即个咱的即个外国的朋友，吼不管伊是印尼的，还是越南，还是泰国，还是菲律宾，如果咱若期待要来向伊传福音，咱甚至会通来甲教会讲，教会会通去甲圣经公会申请有迄落免费的即种要送互外籍移工的即个圣经，互因有机会会通安尼伫迄个中间，因伫咧工作的中间，甚至因为。咱拢知影吼，真侪咱的遮个外国的移工，因伫咱台湾咱真少甲伊开讲话吼，所以因认真讲是真无伴的。如果若有一本圣经，互因伫遐看，敢知会通帮助因伫咧心灵会通安尼得到一寡帮助。所以圣经公会做侪遮个事工，甚至嘛关怀新住民甲遮个。伊的家庭等等遮个事工，所以咱期待咱嘛通安尼继续来关心着即个圣经公会事工，互因会通伫咧过来所做的遮个事工顶面，会通安尼帮助咱，也帮助着侪遮个需要主的福音来进入伫因心内的人。所以咱透过咱今仔日即个安尼普世圣经的即个主日，咱。会通搁一摆共同来关心互咱安尼会通透过着主的话来安尼进入伫每一个人的心内，咱同心来祈祷。稳定的主，阮搁一摆谦卑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愿你的神亲自甲阮三个伫地，特别是主你伫咧即个。大降节第一主日，
主你搁一届呼召阮，互阮为你伫主你的面前，主阮要用着什么款的心来等待主你的再临。愿你的神不断来提醒阮，来帮助阮，互阮伫过来的日子，阮真正会通好好来安尼谨慎用着安尼警醒的心，甲着仰望来等待主你的再临。愿你的神不断来提醒阮、引带阮、帮助阮，互阮伫过来的日子，阮会通拢准备好势，等待主你忽然的临到。阮搁一届献上感谢、恳求、仰望、祈祷，拢上个做出佢的圣名，阿免。大感节是咱教会历内面一个真特别的时期。牧师伫咧每一届咱的迄个一个循环的开始，拢会摕到即个表来，互咱搁一届来注意。亲像讲教会咱的头前咱拢有一个即个布旗，即个旗像即个时阵，咱是安那用紫色，这拢有伊的即个迄个。教会节期咧使用顶面，咱一看到迄个色的时阵，咱就爱知影讲即个时阵咱应该有啥物款的备办。伫咧即个大降节的第一主日，咱是用着即个知识，也是讲咱用着信心，甲着迄个安尼备办主的再临，安尼迄款的心。伫咧即个期间一般伫咧咱的教会历内面，总共是用着3年来加做一轮共款。伊伫遐分做甲乙丙3年。伫咧将咱的圣经伫咱的通用节期的即个经课内面，将咱的圣经安尼用着3年的时间来将规本的圣经拢总甲读完一遍。伫咧即个中间，伊用着甲年，一般来分的时阵，咱就是用福音书来看。伫咧甲年的时阵，伊的福音书就是读马太福音。乙年的时阵，就是伊迄年拢总是咧读马可福音，干那新约福音书的部分。旧约的部分就是一直册，甲伊相关的。丙年的时阵，就是用路加福音。咱今年拄好就是伫咧丙年咱旧年咱拢是咧读有关马可福音的部分。今年咱若是看咱的公报社所印的即个新眼光内底，伊就会看见内底迄个伫咧福音书的部分，拢总是咧读的有关路加福音的部分。伫咧即个路加福音的即个部分今年即个。牧师伫咧选择即个大降节第一主日的即个经文的时阵，我是用到即个旧约的部分，这就是咱的经课啦即个通用经课内面，一般若咧读圣经的时阵，每一日是讲每一礼拜，伊有若咧读的时阵，照正常是爱4段的经文就是爱有旧约，搁爱有诗篇。甲着即个批信，甲着福音书，一般大部分咱拢较用着即个新约福音书的部分，牧师今仔日挑工用耶利米书旧约的部分，互咱了解伫咧即4段的经文，其实拢咧讲一件代志，就是主的伊的应允要临到，搁咱要安怎来去期待等待主的再临。所以咱今仔日要透过着今仔日咱的即段经文，搁一届好好来。去准备好咱家己，咱来等待主伊的再来。今仔日咱要透过今仔日咱所领受即段耶利米书第33章14、19、16节即段经文，咱要聚焦伫咧期待主的即个日子，安尼将做咱的即个规个核心所带来迄个安怎，互咱的迄款安尼的迄个仰望甲着迄个信心，以及咱所拄着的挑战。伫咧即个经文一开始的时阵，伊就真开宗明义讲着讲安那，伊讲主的迄个应允是真实的。伊伫咧遐咱会通看见，今仔日咱的经文内面讲起讲安那，讲安那，伊讲时日特别到，
我对以色列甲犹太人应允的祝福，未拢要实现。伫即段经文内面是先知伫咧安尼以色列安尼讲被掠的迄个困境内面所传达的一个真要紧的信息。但是上帝照着先知伫遐宣告一个愿望的信息，就是讲安那，伊讲我要互伫咧遐个日，我要互大别的世系发一支公义的旗，搁安那，伊要伫即个土地实行公平甲正义。这是一个有关着弥赛亚的一个预言，要来指引伫迄个耶稣基督伊的降生，甲着伊的国度要来临。所以，咱伫咧面对着即款安尼信息的时阵，咱一个真要紧的是，安尼咱即个信息对咱来讲，伊到底对咱讲啥物话？咱是毋是有相信即个应允要临到伫咱？尤其咱伫咧咱看见咱台湾也好，规个世界也好，咱会发现讲，迄个主要来临的迄个日，搁较迫切。因为看见规个世界，咱若认真讲乱糟糟，规个世界安尼，你看安尼战争不断，混乱不断，咱台湾嘛是共款。伫咧面对着安尼的时阵，咱要安怎去看见讲，伫咧中间注意的应允？上帝伊伫遐伊的应允，敢伫咧中间有啥物款的失落，也是恩典？伫咧中间，咱一个真要紧的是，咱上帝应允检采，看起来那亲像是咱讲那个言辞，那亲像讲上帝伊毋是安尼讲吗？但是那会拢也袂到。伫咱用着咱新约来讲，咱讲这是因为上帝伊的怜悯甲伊的安尼迄个应允。伫迄个中间，伊期待搁较侪人来安尼回转，转来到伫上帝面前。所以，伫咧即个稳定的时期，咱伫迄个中间，伫遐来安尼经历着上帝迄个看起来那亲像是安尼迟到，伊的话，伊的应允那亲像迟到，但是伊的话照着伊家己讲的讲，我的话绝对无落空，我的话无空转来到伫我遮。所以，咱需要来学习，尤其是伫咧咱面对着侪艰难的时阵，伫咧面对着咱生命内面侪这个困境的时阵，咱需要犹原伫咧即个艰难困境的中间，犹原伫遐来仰望咱的主，用着信心来等待咱的主，期待咱若无伫迄个中间来准备好咱家己。主若忽然临到的时阵，安尼咱毋若等待落空，甚至咱甲主无分啦。所以基督徒一个真要紧的迄个愿望，毋是干那对伫迄个未来的迄款安尼的渴望，乃是建立伫咧对伫上帝伊的信息的迄款安尼的应允迄顶面，咱有迄个满的迄个愿望甲迄个信心。所以咱伫咧面对着主伊。安尼，伊伫遐讲，迄个日要到的时阵，伊伫遐伊讲，我应允要互以色列家甲犹大家的即个稳定的话，要一定的确要实现。安尼，咱是毋是伫咧中间，安尼掠着主伊所应允的，咱伫遐准备好势，伫遐来等待主伊的再临。搁咱伫遐来陪伴主的再临的时阵，伊伫遐诗篇，今仔咱会若是伫咧迄个诗篇的迄个经段的内面，伊伫遐讲起着讲啥？伊讲求你用你的真理引带我，教示我，因为你是拯救我的上帝，我规日听候你。诗人伫咧即个所在，安尼真迫切伫遐来恳求上帝的引带。这也就是咱伫咧面对着咱今仔日伫咧即个大降节第一主日一个真要紧的核心，就是咱爱伫迄中间来操练，伫遐来。谦卑来伫咧愿望的中间来看见咱迄个咱是迄个互上帝所塑造的，咱伫迄中间咱欢喜
互上帝伊的话语、伊的真理来引带咱，来教示咱，互咱会通伫咧主的日的时阵，咱无，互咱所等待无跌到落空。所以咱伫迄中间，咱需要来备办好咱家己，来等待主伊的再临。所以咱需要伫遐来找求主伊的道路，互咱所画出的道路是一个下伫主伊的心意。咱毋是干那安尼伫遐等待安尼尔，咱是要互咱规个咱的性命来得到安尼，互主咱的上帝圣神亲自伫咱的内心来甲咱调整。咱伫迄中间，咱毋若是干那知影，咱需要伫遐来敲找主的心意，互咱的心欢喜来伫迄中间来得到改变。真济基督徒，咱会通看见，伊伫遐安尼追求做，即个咱讲圣神的做工，甚至有做，伊去参加做伫遐特会，但是参加了，转来到伫厝，也是讲伫咧伊的生活内面，结果伊完无互人看见伊的生命的改变。咱需要伫咧等待过程内面，互咱的生命欢喜，互主圣神来甲咱调整，互咱会通活伫主伊的真理甲伊的公义的中间。所以咱保罗伫迄中间，也伫迄中间来提醒咱，伊讲啦，讲咱需要伫迄咱的疼心爱伫遐不断来伫遐来成长。保罗伊伫遐提醒咱讲咱着应该彼此相疼，佮若持续迄个信，伫咧迄个信心的内面，伫遐来得到成长。等待主的日，毋是干那伫遐静静伫遐等待安尼尔。咱需要有迄种动态的迄款的信仰的迄款的操练，互咱伫咧咱所活出来迄个生命内面，是真正会通符合伫咱所领受的主的话语。所以是安怎？咱教会，咱需要伫咧中间，咱伫遐不断伫遐鼓励咱的兄弟，像咱进前，咱伫遐鼓励兄弟，咱伫遐参与即个洗手爱无限，毋是咱有外劳，乃是因为咱伫遐领受上帝的疼，咱也伫遐来分享上帝的疼。同款，咱是安怎？咱要伫咧即个12月21即个圣诞舞会咱从晚会刷来到有迄个伫咧下晡，咱拢是期待讲会通互做遮福音的朋友，互因有机会照着咱甲伊咧分享主的疼的时阵，咱伫遐安尼。互因看见咱伫咧教会内面怎样伫遐彼此相疼，佮将即个彼此相疼，佮会通来疼咱的遮个厝边，咱的遮个福音的朋友，互因伫遐来领受着上帝的疼，迄是一个动态信心的一个操练。咱伫遐透过咱，毋是干那咱伫咧遮，逐家人，咱每一礼拜，咱伫遮做礼拜安尼尔，咱是咱伫迄中间来伫遐不断透过咱伫遐信心的操练，咱活出。主爱咱活出迄款的款式，学习主的模样，伫遐来看见迄个人的需要，咱就做工伫咧迄个中间。所以伫咧当咱伫咧准备这个大工主的再临进前，咱需要用着迄个安尼时常来找求主的心意，搁呐伫迄个中间，伫咱的生活内面，爱不断伫遐来安尼信心、疼心来不断来得到增长。过来一个真要紧的是，咱需要有一个警醒美醒的灵，咱伫遐安尼一个警醒的心，时常伫遐来祈祷。路加福音21章内面又伫遐讲起着讲若着不时伫遐来警醒祈祷，互恁有气力，通躲避一切得要发生的代志，通徛伫人主的面前。我毋知影讲，咱是毋是被万变？尤其特别是人伫咧死时的时阵，咱拢会通搁一摆来好好来去亲想即个问题。当主的日来临的时阵，咱是毋是已经真正被万变？咱是毋是有法度通徛伫咧主的面前？咱有法度安尼伫遐安尼徛在所以咱需要有迄种警醒的心，时常安尼照着读经祈祷，甲主亲近来躲避迄个得要来的代志，得要发生的代志。伫遐因为即段经文内面，主要所以伫遐
伊讲起着迄个末世的迄款的调头，伊伫遐来提醒着门徒，咱着应该警醒，因为伊的日得要来临。主的日，咱会感觉讲，即句话已经讲2000年啊，是安怎？到即摆还未发生？迄是伫主伊的恩典伫遐来等待，毋是伫遐安尼讲主伊若亲像未过来。伊是伫迄中间期待大家人有一个警醒的心，主伫咧迄中间，伊纪念咱，就当主过来的时阵，咱伫迄中间，咱正做一个，咱讲叫做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一个那伫咧照着启示录所讲，咱得着主的赏赐，互咱会通穿白衫，甲着所有正圣徒伫咧主搁再来临的日的时阵，咱会通甲着遮正圣徒。同齐受提到伫即个安尼讲，伫咧云顶，甲咱的主同齐来审判即个世界。所以咱需要有一个真警醒的迄个心，咱伫迄中间，亲像保罗伊伫遐提醒，伫咧帖撒罗尼迦前书内面伊所讲的，伊伫遐提醒讲，着彼此相疼，搁持续伫咧即个信心的内面来得到成长。等待主的日，伫迄中间。咱也伫迄中间，安尼警醒伫遐，亲像伫咧咱读着迄个迄个10个在色女的迄个故事共款。注意过来的迄个日是确定的，但是迄个时还未到。但是有5个在色女伊无被办，另外迄个聪明的迄5个在色女，因伫迄中间因被办因家己的灯油，又做预备的这灯油，时刻准备好咱家己的灯甲咱的油。所以求主帮助咱透过迄个警醒的迄个心，互咱伫咧面对着即个安尼讲无确定的一个世代的时阵，咱是已经被办遍，毋是迄个主来临的时阵，咱却是咱的油无被办遍，直到咱受赶出伫咧主的迄个咱讲宴舍的外面。第二，咱需要咱迄个愿望的泉源，就是因为咱真确信主伊所应允的，就算讲今仔日咱伫咧面对着今仔日即个混乱的即个世代，咱会通看见着咱安尼有侪侪才会惊迄落安尼，互咱心背放的事，咱干若用咱台湾来看就好。亲像讲，咱进前咱会通看见遮个安尼政党的遮个纷争，我毋知影咱心内安怎想，但是咱有去想着讲，就算讲安尼遐尔啊动荡，但是咱因为咱有主通靠，所以咱会通伫迄中间看见即款安尼迄个主国来临的迄款的调头的时阵，咱已经备办好。这正正是迄个拯救特别来到会来临的时，亲像咱伫咧面对着咱今仔日即个处境，咱到底咱是已经拢备办好便便，是咱抑搁伫迄个中间安尼伫遐度无即个世间的遮个事。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好啊，搁一摆来去面对。你伫咧面对着遮个安尼动荡不安的时阵，看见遮个侪遮个困境、遮个艰难的事的时阵，咱是用着一个什么款的心来面对？咱是毋是欢喜伫咧中间来求主，来伫咧中间来掌管作王，无看做其他遮个事来迄心来受着影响？所以伫咧面对着即个安尼，咱伫遐备办主搁再来临的时阵。咱需要做什么款的代志？咱需要做什么款的预备？伫咧大降节的第一主日，是咧提醒咱，咱伫咧迄个等待主的日的是，咱爱伫咧信心的内面来安尼得到坚定，伫咧听的中间来得到成长，搁安那伫咧警醒的中间来预备好咱家己，伫咧愿望毋是干那安尼。被动伫遐来等待，乃是咱会通真积极来预备好咱家己，活出一个充满有信心、甲着疼心以及警醒
的灵，安尼迄款咱的性命，互咱伫咧面对今仔日咱的即个处境的时阵，咱无因为咱安尼所看见的，咱所听见的，致到咱的心来受影响。乃是咱会通搁一摆转来到伫主的话语的中间，伫咱逐样的看，咱的听，咱的想，咱的讲，甲着咱所行的，拢是伫咧主的话语的中间。因为咱备办好便便，就算讲主伊伫咧今仔日伊就要接咱犹原讲主啊，愿你来，因为咱拢已经备办便，因为咱有迄个确信，因为主伊所讲的，伊所应允的，的确正，咱也伫迄中间确信伊的话要的确正，咱就伫迄中间来得到坚固，得到激励。所以咱会通搁一摆好啊来回想咱今仔日咱头拄所领受的，今仔日咱是毋是愿意伫迄中间来相信，搁听候上帝的工作？就算讲咱的咱所面对的即个环境充满侪挑战，咱会通伫迄中间。会通用到一个真平安、喜乐的心来面对，因为即个世代，咱会通检采是伫咧咱即个世代，咱会通看见迄个主的再临。迄敢是一个咱伫咧咱的信仰内面，咱伫遐期待。尤其是咱讲一个笑话共款，真侪时阵有当时。咱伫遐讲主啊，我要跟对你。咱伫遐祈祷的时阵讲主啊，我要跟对你。但是主如果若讲好，安尼你来，检采真侪人讲主啊，小慢请咧。我伫咧即个世间，还佫有侪通好活的代志。我毋知影咱伫咧面对着咱家己的即个性命的时阵，咱用着啥物款？的心情态度来面对。第二，咱怎样来互咱的性命伫咧即段特别是伫咧即个等待的即个节期的时阵，互咱真正会通搁较贴近咱的主、咱的上帝，咱会通来安尼好好啊来去亲像，咱有啥物会需要去改变？是咱依然共款讲我都已经活到即个岁啊，无你是你要叫我改啥物货？如果咱做一个基督徒，咱的性命毋是一个迄个不断伫遐来改变，不断伫遐来成长，安尼咱的性命认真讲是死的。咱只有伫遐不断来安尼更新，不断来互主的话语，伊的心意来伫遐来，咱心意更新而变化，互咱真正会通。搁怪咱所活出来的性命是一个现在活的，无搁再是我，乃是主活伫我的内面。迄款安尼，当咱有迄款安尼心的时阵，相信，就算讲主即时临到的时阵，咱犹原会通备办便伫遐欢喜来迎接主伊的再临。第三，咱是毋是活伫咧一个警醒的即个性命内面？咱警觉着即个世代的诱惑，甲着即个属灵的即个咱讲冷漠，咱会通看见即马即个世代有侪即个违背圣经的代志，一直不断的发生。咱伫咧面对着迄款安尼的迄款的处境的时阵，无下上帝的心意，无下圣经的教示，咱做一个基督徒，咱要安怎去面对？咱面对着即个世俗侪即个诱惑，甲着咱对迄个属灵的迄个冷淡，咱要安怎来去面对？搁咱要安怎来去做改变？咱要怎样用着祈祷来保持咱甲主的迄款亲密的关系？恳求主圣神帮助咱，透过着伫咧即个大降节的即个第一主日，咱搁一摆转来到伫主的面前，咱也来反省，来回想咱甲主的关系到底是一个啥物款的关系？互咱过来咱的日子内面，真正会通着安尼会晓学习主耶稣的迄个款式，就是弃权，互天父伫咱的性命内面来掌权，咱会通伫迄中间活出主爱咱活出迄款的性命，
因为当主伫咱的生命内面做主的时阵，咱所行所做一切，拢要搁一摆转来到伫主伊的心意内面。就咱所活出的迄款生命，是要成做一个有德性的迄个生命，是迄个咱伫主过来的日个，咱有迄款的确信，主伊会赏赐咱穿白衫，来甲着遮的正圣道来安尼被提去到伫即个分顶来审判即个世界，迄款安尼的生命。愿主帮助咱，引带咱同心来祈祷。稳定的主，阮谦卑来到伫主你面前，恳求主圣神亲自来来光照阮，来看见阮家己的生命的处境。主啊，当阮面对着阮生命侪遮的挑战，是阮的生命有遮的需要改变的时阵，恳求主圣神来激励阮，帮助阮，互阮真正会晓欢喜来选择，来弃权，来互主你伫阮的生命内面来掌权，互阮真正欢喜来学主你的款式，来活出主你啊，阮活出迄款的生命，互阮用着信心，甲着警醒，甲疼心来迎接主你的再临。也伫咧过来的日子内面，阮真正会通活出一个满有主你基督的香味，迄款安尼的生命。愿你的神甲阮相合伫地，安尼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即时咱同心来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献诗第46首，献诗第46首，献主要再临无言主，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咱永远徛伫用同心用许多圣经来改变咱的心路，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
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壁刀林内受苦，竟是个死埋葬轮毂。第三日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所以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重新来奉献，主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然后第一摆来唔知影奉献伊的人，通唔通奉献？请曾子祥、陈文南指示来施献。请起立来演奉献诗歌。亲爱的上帝啊，感谢你，互阮会使奉献。我所有的拢是恁的，我的奉献拢是我心肝乐意的。求你拣咱阮的奉献，我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这是咱大本旧的根据，咱用现代汉语本来读。请。上主讲，是日得要到，我对以色列人甲犹太人应允的祝福，拢要实现。耶利米书第3章14节，咱再各读一摆。上主讲，是日得要到，我对以色列人甲犹太人应允的祝福，拢要实现。耶利米书33章14节。这是咱迎新报告。那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新朋友在当中？好，那我们来看周报的报告事项。第一点是11月的小会决议的事项，那请各位大家自行过目。那第二点是是11月长执会的决议事项，也请大家自行过目。第三点，本会陈博文弟兄就是江淑敏姐妹的
丈夫于11月25日安息主怀。那预定在本月的7日上午9点半在福园进行入殓的告别礼拜，礼拜后随即前往火化室进行火化礼拜，愿主的灵安慰遗嘱。那第4点，22日上午9点半本会圣诞感恩礼拜含圣礼典。那在14号的晚上7点会有一个问道会，那有针对成人洗礼跟小儿洗礼的会员来进行预备，那请大家为这些要受洗的人祷告。那再来就是第5点，更生团契每年举办天使树，那今年总共有48名的报名，那我们也为这些民众来祝福我们的关心跟代祷。那在第6点，31日晚上7点，在我们教会有举办2024的岁末感恩祷告会。那请大家，如果你有感动，可以欢迎一起来做见证分享。那需要做见证分享的，也可以向我们的音乐侍奉团的团长冯燕云姐妹进行报名。那第7点，那请各团契在2025年的1到3月的聚会内容，请于15号前交至办公室。那肢体代祷的部分，那在1月3号到5号，在我们的教会这边有举办神女子神学开办的恩赐学课程，那讲师是黄淑华教师。那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去多了解的话，欢迎参加吼。那以上细节的部分就请自行过目公布栏。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圣诞节活动的预告。那今年圣诞节的活动预告相当多吼，那请大家主要都自行过目。那主要在第7点跟第8点的部分，那在21号的晚上，星期六晚上，下午3点半到5点，在我们的教会这边有举办圣诞的携手爱无限的舞会吼，那请大家踊跃的参加。那在22号的礼拜天的早上，在我们教会这边是举办了圣诞感恩赞美的礼拜，还有圣礼典，还有圣诞爱餐。那请大家在当天与一体来预备心。那在22号的晚上7点，在运动公园那边有举办圣诞音乐晚会，那是献福场的，那也请大家踊跃参加。那再来是代祷事项，代祷事项的话，那就好，自行讲。兄弟平安，特别来鼓励咱兄弟吼，咱伫咧即个咱12月的31的即个咱来讲岁末的即个感恩吼，咱都跨年，咱要透过来数算上帝的恩典，所以期待咱兄弟鼓励咱兄弟，咱若伫咧今年咱有领受到上帝什么款的恩典，咱会通伫咧中间甲大家人来分享。时间短短啊，3分钟、5分钟，咱会使甲着燕云来甲伊讲，你大约差不多要分享偌长的时间，咱用真短的时间来所有众兄弟来见证上帝伫咱的生命内面的恩典。相信咱迄款安尼，迄个不断伫遐来讲起着上帝的恩典，咱要领受着上帝搁较侪恩典，互咱会通来人来安尼见证上帝的恩典吼。伫咧明年，咱开始明年的年初3月，1月初3、初5，到初5，伫咱的教会吼，这是一个真难得的机会。因为迄个时间伊迄个上课的时间有下早嘛，下晡，所以请咱家己去即个公报栏内面遐看上主要是真侪兄弟，咱家己一直毋知影讲，咱到底有啥物款的恩赐，也是讲到底啥物是恩赐。咱会用透过即个课程来帮助咱，互咱会通来明白啥物会各种的恩赐，甲着咱要安怎去察觉着咱家己有啥物款的恩赐，佮咱领受着这恩赐了，咱要安怎去运用？所以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即个讲师伊本身伊安尼伫全世界各国安尼伊去安尼不断伫遐来毋若是敢宣告即个恩赐学顶回有讲起着。包括着即个启示录或者课程内面，有侪伊伫遐安尼有真侪真好的领受，会通帮助咱对上帝伊的话语，甲着咱要安怎来去帮助咱家己
会通来去发挥上帝赏赐互咱的这恩赐，吼，咱会通好好透过拄好办伫咱的教会，吼，咱拢毋免去别位，吼，这是上好的机会，吼，咱教会吼拢真期待讲，顶回帮长老嘛咧甲我讲吼，讲如果若确实大神、男神若有意愿要来宜兰遮开课，我讲当然上好啊，吼，因若欢喜来，咱会通真好得到真好的造就，佫是伫咧咱家己教会，咱毋免走去别位，吼，遮尔啊好的机会，吼，鼓励咱会通好来拨时间来参加。佫来一点就是咱麻烦那个代导那个祝福公导的那个部分，我小可说明一下。咱的中会有办理这个财团法人吼，有办理一个叫做迄个个资法的一寡迄个操作的问题啦吼。亲像咱即摆咱伫咧教会，咱的周报面顶，咱有将遮个兄弟伊的伊所拄着的问题，咱拢写伫咧周报面顶。但是这伫咧个资上面是有问题的吼。会造成教会可能向法吼，互政府发吼，因为咱铺路啦，因为迄个个资的铺路包括像说人的病痛，吼，遐个病痛会迄个铺路有的人可能无爱互知，吼，所以咱教会伫咧未来，咱亲像讲以后，咱教会就需要用一个带导卡。这个带头卡面顶会写讲你需要带倒的项目了，你有期待曝光无？就讲你即马这个带倒的内容，你有期待互人知无？是你敢若要互知影一个大约就好，吼。这是牵涉到即马政府咧处理这个个资的部分吼，所以教会嘛受影响吼。阮昨伫咧上课的时阵吼，就第一个就讲到即个代祷的事。咱若伫咧代祷的时阵吼，咱为某某人祈祷，为着伊的啥物代志祈祷，结果规拢曝光。尤其咱的教会，咱阁有做直播，即种的这是一种散播个资，所以教会需要做一寡调整，互咱的兄弟了解。所以咱搁过来，咱的包括咱的代祷，咱敢若会用真概括性的带导。吼但是因为上帝知影咱的需要，所以咱将逐个人伊的遐个需要，咱拢放伫咱的代祷内面。那过来就是小会有做一寡咱的礼拜调整，要伫咧明年一开始，咱会做一寡调整，就是咱伫咧第一堂的礼拜内面，咱有一寡迄个听书顶面。有一寡做一寡迄个安尼，那个就做一寡调整减少，也是讲迄落包括有诶是删除吼亲像讲咱以后咱即马咱诶祝福公道会要放伫咧第一遍诶祈祷内面，放伫咧内面吼，为着就是要缩短咱诶规个礼拜，因为咱诶礼拜吼有当时这是针对会友。即个提出即个问卷了，咱所做的即个反应包括亲像讲咱过来，咱以后咱教会第一堂礼拜的迄个上落尾迄个祝福的诗歌，咱敢若有伫咧4遍的合堂，就是伫咧圣诞节过活节，甲着咱的节教，甲着过年的新春礼拜，咱才有唱迄个祝福的诗歌。平常时咱就无搁唱迄条诗歌，吼迄落第二堂的礼拜嘛是共款，干2场的礼拜，迄个两部分的祈祷来甲伊合做伙，等等才会有做真侪的调整，吼所以咱到时阵，咱请咱兄弟若有做调整的时阵，咱互咱有一个心理准备，知影讲咱有做这个调整，以上简单的报告。在祝福公祷前，我们能来为我们这一次主要摆上的5位弟兄姐妹的事情来献上祷告。那主要针对江淑敏
江淑明姐妹，还有黄少谦小朋友，跟王丽云姐妹、林素儿姐妹跟陈玲珠姐妹这5个事情，他们所遭遇到的事情来一起同心来祷告。那我们这时候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慈悲爱慕的父神，让我们满心的来到你面前，我们在这里不断的恳求，来向主来祈求，来祷告。主啊，我们有许多的困难，我们有许多的挑战，我们在生命当中所遇到的试炼，主啊，你都知晓。但我们仍有许多话，我们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出来，来向你来祈求。主啊，也求你来怜悯我们每一个人所需要的事情。这时候，我们要用我们共同的目标的心愿来向主你来祈求。主啊，我们希望这个世界上在纷乱的时候，主你的平安跟慈爱能够降临，让每一个在这个世界上，不论是有许多的战争，或是不断的疾病，甚至有许多的灾害，造成许多的人的流离失所，以及他们的生命损失。主啊，求你能够不断的赐下你的叹息，来医治这样的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所遭遇到困难的人都能得到祝福。主啊，我们也要为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兄弟姐妹来向你献上祷告。主啊，每一个人所遭遇到的困难不尽相同，我们遇到的许多的患难跟痛苦，主啊，有让我们身心俱疲，也有让我们非常的劳累，也有许多事情我们值得赞美。主啊，我们有许多的事情都需要摆在你的面前。主啊，因为这些都是你为我们所安排的一切。我们或许有许多我们不了解的地方或难过的事情。主啊，请你赐下你的智慧跟大能，来医治我们，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在随时随地都能到回到主你的面前，能够一起开口赞美，来赞美你，不断的向你祈求祷告，以及与主你对话。主啊，愿把我们教会每一个兄弟姐妹交托在你的手里。我们也把江淑米姐妹、黄少谦小朋友、王丽云姐妹、林素儿姐妹跟陈美玲姐妹，他们所遭遇到生命中所遭遇到的每一个事情，都摆在主你的面前。愿你能够接纳他们所遇到的事情，也不断的医治他们心灵或身体所遭遇到的病痛。求主能够安慰他们。我们也把我们教会所有的事工，不论是建堂，或是许多的事工，甚至于这个月所要圣诞节所安排的每一项事情，主啊，不论是多么繁重或多么劳累，主啊，我们都把这一切都原然交托在你的手里，愿主来成全跟悦纳。我们将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圣名所求，阿门。这是咱做伙来连续上演339首，愿上主大仁爱，因时线，请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多仁爱，应在你心内，主的听每时刻，甲你引同在。愿主眼光变照你经处，必宽待你，主先心保守你对志时，到永世代。愿上主大仁爱，定在你心内，主的听每时刻，甲你引同在。愿主眼光偏照你永主，必宽待你，主先心保守你对志时，到永世代。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成，
各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息，以后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咱用祝福的诗歌，咱彼此来祝福。愿上帝个因你照你来，愿上帝个因你照你来，愿伊照光咱的路上，当咱是错带咱倒转，愿上帝个因你照你来。上帝行，因你点地来；愿上帝听，因你点地来；愿咱所受一切温暖，显明伫咱所做所过；愿上帝听，因你点地来。上帝听，因你赐予咱；愿上帝平安，因你赐予咱；愿因错过无咱，当咱出发为主发光；愿上帝平安赐予咱；愿上帝听。点伫咱，愿上帝个今日照地来，你个耶和华。天。